咦 ，Alex， 咦咁啱嘅，喺沙田見到你，幾好嘛？唉，啱得閒過嚟行下，啱呢幾排真係麻麻啫，啱有感冒啦，啱我又做完體檢，咁啊發現咗三高，咁啊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咁啊點知屋企咧，而家附近咧就人多車多啦，空氣混濁，想做運動都冇可能。我介紹你過嚟沙田跑啊！沙田城門河畔啲路咧夠闊，船友又多，唔怕曬喎。得閒過嚟沙田一齊跑啊！好啊，一言為定。點啊？哇！呢度真係風景好美麗啊！即係同喺健身室做運動咧係兩種唔同嘅感覺。不過跟你跑頭先條路線會唔會複雜咗啲啦？我有啲都唔複雜。由車公廟起跑咧，圍住呢個城門河跑咧，都有10公里㗎，又唔使過馬路，可以專心咁跑，輕輕鬆鬆，係啊，同埋可以周圍可以打下卡。呢條咧白色嘅啲懸橋咧，都係沙田地標之一嚟㗎。休息先。休息先啦。係啦。喂，呢度啦，沿途風景優美嘅風。早晚都唔同風景喺呢度。朝頭早咧，好多人喺度划艇啊。係。黃昏咧，就好多人踩單車嘅喎。係喎。係啊，我呢一邊跑一邊吹下風，好正啊。係喎，呢個感覺真係同喺室內對住塊鏡做運動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嚟嘅喎。正啊！係啊。呢度咧好多啲汽水機啊、飲水機啊，隨時可以補給㗎。咁你放工之後咧，就可以咧去喺車公廟體育館或者係沙田運動場咧。擺低啲嘢喺 locker， 咁啊可以即刻可以起跑噶啦。又係喎。有去飲嘢先啦。好啊好啊，呢度真係有唔同嘅補給點、補水點，真係好方便啦。咁我要記低嗰條路徑先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帶朋友嚟一齊跑。哦。拉下筋先。拉下筋先。哎呀。想繼續跑咧，呢邊咧就去科學園大埔。咁直行咧，直去咧就係馬鞍山啊。好多人中意嚟沙田啊練長跑㗎。真係冇介紹錯啊！呢段跑步徑真係適合所有嗰啲跑步者喎，係跑步者嘅升級路線。下次跑完埋嚟啊！好啦，一於咁話。我飲嘢。飲嘢。OK。